干净的食物。所谓的干净呢，就是吃斋吃素嘛。在座都是7口以上的，所以节饮食这一部分后续就没有继续讲哈，就是干净的东西，就是指我们吃斋这样子。那么在我们的德性上呢，我们来涵养德性。首先改毛病，去脾气，行五常德。五常德，各位浅显是哪五德？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大声的讲出来哈，再大声一点。常德是哪五德？仁义礼智信。真棒！我们济公老师曾经讲说哈，这个常德，他怎么样来讲这个常德呢？首先，这个人就是无极礼天，就是我们的灵妙自信。义呢，就是要带我们回家的这条路，礼就是我们这条路上的栅栏，防止我们乱跑乱跳，跳到这条路的栅栏外。那么智呢，就是在这个栅栏外面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很漂亮的风景。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它着迷引走哦。所以这个智呢，就是在分辨我们遇到这一些花花草草这一些美丽的风景的时候呢，能够让我们逾矩会越逾矩。那么智呢，就是相信我们是从理天而来人就是无极理天嘛我们相信我们从理天而来，然后我们要守信的再从这里回家回理天，然后这一条路回理天的路途，我们要有正确的信念，就是济公老师讲的是这样的来跟我们做慈悲。那么还要持五戒，五戒是哪五戒？我们要戒哪五样？戒杀盗淫妄酒。对，戒杀盗淫妄酒。杀盗淫妄这4戒它是属于性戒，就是对我们的本性有伤害。如果犯了这个4戒不管我们有没有修行，你修行也好，你没有修行也好，只要犯了这个4戒，一定要背离过，一定会堕入3恶道。那么酒呢？第5戒酒虽然它不算荤但是它会引很多的恶，比如说你酒呢，喝了酒之后神志不清，那些杀盗淫妄就统统来了。所以这个戒呢，也要把它制止。所以5戒我们也要持5戒。那么在大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盘。这个不念盘念盘。这个也是跟我们说要厚德载物的意思。古代的人呢，都把有钱人都把它画在房子上面，房子很大又很漂亮，建材非常的高级，物料也是非常的高级。比如说像乔家大院王家大院还有晚清的首富吴雪云，他的故居都是非常大，然后用料非常的好。但是呢，到现在是收门票的景点。所以当初富润屋，这个富润屋能不能保持永久？不行现在吴雪云的故居是花20块人民币就可以进去参观了，所以它是一个景点。那德润身呢？身体是我们灵性的载体，所以我们的德性也必须靠我们的身体来去做行政。有德，真正的富有是有德，而不是有钱的有形有相的富有。有形有相的富有，终究有一天也会消失掉。我们想说，我们连我们的肉体都会消失掉，还有什么不会不见？如果我们用德来润身，也就是我们身体来行持这个德的话，自然会心广体盘，心里面很坦荡舒畅，然后我们的身体也会安康舒坦，是很好的。那么德修身还有唐朝布袋和尚的插秧歌，这个在
好吧。青阳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布袋和尚的插秧的意境是真的很美。首先手把青秧插满田，你看我们插秧的时候啊，是不是要一束一束的插，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第一句就是要跟我们说，我们要老老实实的修行，实实在在的做人。低头便见水中天，低头就是虚怀若谷，谦虚。水中天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见我们自己。所以低头便见水中天，我们如果谦虚的虚怀若谷，我们才能够照见自己，关照自己，才能认识自己。六根清净方为道，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这六根清净的话，不被外界的相跟我们内心的欲被外界的相跟内心的欲所染着的话，我们才能够跟道来契合。所以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退步就是指我们要退让包容。当我们在插秧的时候，我们是多退一步，我们就多种一树，对不对？所以等到我们要收成的时候，是不是又多收了那一树？所以退步看起来是退步，其实原来是向前。那么我们也常听讲一句话说，退一步怎么样？退一步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我们看了这个60项，这个现在在列为文化保护单位我这个是在安徽的桐城。原本这个它的典故就是说，有张家跟吴家两家人，他们原本相隔的只是一个围墙一堵墙。然后张家呢，他要修他的老宅，但是呢，就跟吴家争执为了这个界限的争执。然后因为刚好张家他有家人在北京做官，在朝廷做官，所以他就写信给张毅，在朝廷做官的叫张毅，就写信给张毅，要他赶快用他的权力来让这个地方的官府来帮他们的忙。但是张英收到信之后呢，就回了这4句话，我们一起念好吗？好，来。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的家人收到这个信之后，想理解了，就自动的把墙退了3尺。那么吴家看到，张家也退让了那我不退让，我的心胸就太狭隘了，他也自动的退让了3尺，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个60项。所以感觉大家都是怎么样，都是在往后退。其实有没有后退？有两家人都得到了好处那么物以兵强天下，在道场来讲的话，济公老师说，办道要守众生，明彻真意，自发虔诚。若以暴躁嗔怒对待后学一生意念，行道不但失去人和，单靠一怒，难以成长大象。是济公老师跟我们慈悲的。也就是说，物以兵强天下，如果我们要用在我们的道场上的话，是我们修办道，其实就是要让人家明理，启发人的善心慧解，不能够以我们自己的以为来对同修颐指气使，更不可以对同修呢嗔怒暴躁嗔怒的对待同修。因为怎么说，如果说一个人再怎么有能力，再怎么有才华，再怎么厉害，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撑起一个大道场的，是吗？所以济公老师跟我们讲物以兵强天下，我们带同修都要客客气气的不能够用暴躁之怒来对待
甚至会在2025年，也就是2年后就会发生。大西洋经向翻转洋流是一条巨大的全球输送带，将温暖海水输送到北大西洋。水流在那里受到冷却，变得更咸，然后再沉入深海，向南回送。这是一个调节全球气候相当重要的模式。一旦崩溃，地球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部分欧洲地区和美国出现更极端的冬季，海平面上升，热带地区的雨季可能也因此改变。其实这个洋流系统很早前就受到科学家关注。随着海洋升温、海冰融化，更多淡水流入海洋，会降低水的密度，让水更不容易下沉。当海水变得太淡、太热，洋流输送带就可能会停滞。这种状况在1.2万年前也曾经发生过，当时冰川也是快速融化，导致洋流系统崩溃，停止运行。北半球的温度在10年内大幅波动，达到摄氏10到15度间。原本联合国气候变迁小组在2019年估计，这条洋流不至于会在2100年出现崩溃，但这项最新的研究却认为，大西洋经向翻转洋流最有可能崩溃点会出现在2039到2070年之间。气候快速变化，很多我们认为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的问题，现在却成为是明天的事。这研究结论呼吁，人类应该要采取快速有效解决的措施，减缓北极冰川融化的速度，降低全球气温。人间福报综合报道。好，这个就是大自然的骑士浩环。气候变迁是地球跟人类带来的灾难，我们台湾的中文是什么？不是海耶。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子不保护地球的话，海平面上升的话，很可能台湾会被淹没。这不是乱讲的哟。那么后水要问大家，不好的事情会骑士浩环，那么好的事情会不会？会。也会，因为我们宇宙就是一个大镜子，我们所有的善念、恶念、善行、恶行，其实都会回归到我们人的身上。有一个叫做克雷斯的年轻人，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他的车子抛锚了在郊外，所以他很紧张。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现在是可以打个手机就可以call人来把车调走，那时候没有。正当他心情很慌忙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男子骑马经过，所以那个男子呢就用他的马把他的车呢拖到小镇上去维修。当克雷斯要拿出美金要感谢他的时候呢，这个骑马的男子说：“你不用谢谢我，但是你要答应我，以后你要尽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你可以的，你周围需要帮助，你就要尽你的能力去帮助他们。”那克雷斯就记在心里面，往后的日子里面呢，他都一直在奉行着这一个真理。有一天，克雷斯他自己被一个突来的洪水被困在了一座那个孤岛上面。可是他正在他也是焦急万分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个少年奋不顾身的游泳来小岛救他。然后克雷斯当然也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没想到这个少年竟然也说了这样的话，说你不用谢谢我。这些话以前克雷斯也都一直在讲，他说你不用谢谢我，但是你也要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时候克雷斯内心里面升起一股暖流，原来这是一根爱的链条，这一根爱的链条它一直持续的在运转，然后经由少年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所以骑士浩环，不好的也会骑士浩环，好的也会骑士浩环千百年来碗里羹，冤声四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刀兵劫也是骑士浩环。之所以有刀兵劫，都是因为杀业而来的，都是因为杀业而来。在西藏有一种牛叫牦牛，大家知道吗？知道。它是很强壮的牛，但是屠夫要杀这个牦牛的时候呢，他是把牦牛的2根后脚呢，把它倒吊起来，然后从它
他的喉管割下去，割到只剩一层皮，很残忍哦。然后血当然就是血流不住啊。那么牦牛它的求生意志很强哦，这个时候它还会不断的挣扎，但是无可奈何，无奈它也只能让它流血流干了，它就这样子就死了。那牦牛跟牦牛之间啊，他们就还会互相的去贴吻，好像在彼此的鼓励，也好像是在彼此的安慰，更像是做最后的道别。所以将心比心啊，这样是不是很残忍、很可怜、很可悲？所以人如果杀业不停的话，这个刀兵节也不会停。就像或许整理这个刚好讲到这个兵，今天15号，在1个礼拜前就发生了什么战争？阿富汗以色列的战争，他们也是骑士好还，他们也是刀兵节因着杀业而来。还有就是骑士好还，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千百年来就已经大打大闹，小打小闹，大打了6次，小闹了无数次。他们也是骑士好还，因为一直循环不停的，所以非常的动荡。这个就是骑士好还。那我们来第2段，师之所至，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矣。这个师啊，就是指军队或者是兵祸。古时候一师大概有2500人，那现在的国军前道可能比较知道，现在一师大概多少人？可能有离当兵很久了吗？或许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因为或许是不知道没有看过，或许就查了一下维基百科，我们的国军现在一师大概有1万人到25000人左右，所以这个师之所至的意思就是指军队来了，很多人到的地方叫师之所至。那么很多人到的地方，产生兵祸的地方，必定是农作物都没有办法生长，所以荆棘生焉啊，我们的田都荒芜掉了，没有东西长不出来。我们想，那么多人踩踏的田，连草都长不出来，所以田地就荒芜了。大兵之后，兵是指战争，只要战争过后，一定会有凶矣。那很多版本，有的版本是写师之所处，还有大军之后，虽然字不一样，但是不影响内涵，不影响内涵。所以这个军跟兵指的就是战争。只要战争一开打，首先会产生的是难民，无数的难民，然后人口的失衡，男子都去当兵打仗了，往后就是女多于男，那么在往后的日子里，也会造成国家的一些不平衡的发展，也会造成问题。还有就是战争过后要如何的重建家园，那是一条很漫长的路。然后战争过后，相对的也会有水灾、旱灾、饥荒，甚至是经济危机。像我们今年大家最有感的是什么？最有感的，缺水，我妈妈应该最知道。缺水，好像什么东西都涨价，对不对？都很有感，什么都涨连小到一个面包以前20块，现在都要涨了5块。我们不要小看5块，我们都会说5块钱没什么，对不对？可是你看20块的5块是几趴？25%那我们的薪水涨几趴？对不对？我们要这样子去算我们的物，所以我们会很有感的感觉，就是在这边。那不会无缘无故涨这个就是跟战争有关，跟俄乌战争有关。所以我们今年会感觉什么都涨，我们看不到那里的战争，其实我们的生活都受到影响。那么老师也说，我们如果大兵之后呢，就是这个罡风节。那这个罡风节呢，就是类似像核弹爆炸这样子，就像这张图这样子。所以老师说，土耳后学念，因为字比较小土耳幕后的浩劫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水灾火灾而已，而是威力非常强大的罡风节煞。罡风节煞来时，不止摧毁有形有相的东西，连无形无相的灵性
也会一并遭受到摧毁。故而趁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赶快来做，赶快来修，赶快来配合办盛事，了愿了业，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济公老师跟我们慈悲的，以后的浩劫就是这样子，非常的恐怖哦。到时候连无形的善的灵性都会没有。那么师之所至，荆棘生焉。我们用在我们的道场跟我们人的身上的话呢，这个师本来是指军队，用在我们的人的身上呢，就是我们的脾气、毛病七情六欲贪嗔痴贪嗔痴慢疑嗔怒怨恨烦恼这些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我们人的师就是军队来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军队来了，我们的荆棘就会生了，我们的方寸宝地就会荒芜了，因为我们的方寸宝地被这一些东西占满了，我们方寸宝地就荆棘就生出来了。大冰之后呢，必有凶年。这个冰就是指暴躁的气。假如我们发出了这个暴躁的气的话，对我们自己一定非常非常的不好。这个湿跟冰其实真的是，如果真的发出来，会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料想不到哦。或许这边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在2011年，大陆的广西有一家4口的灭门惨案。那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凶手竟然是这个女主人的亲妹妹。然后我们就想有什么深仇大恨？怎么是亲妹妹杀了姐姐姐夫一家4口呢？原来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因为这个妹妹的好胜心、她的比较心，还有她积累已久的怨气而产生的。警察破案之后就发现哪有什么深仇大恨？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妹妹她原本她嫁了一个先生他是一个交通局的一个小官。那这个小官他有盖章的权利，所以很多人都巴结他们。可是他跟他先生，你知道为什么离了婚，又另外2婚，又另外嫁了一个老公？那这个老公呢，就据他们大陆的讲法，就是说看门的这样子。所以就是说，生活跟以前比起来，跟他第一任的老公比起来，生活上真的差很多。他说他连自己10块钱人民币的保养品，他都要想很久，他都买不下手。所以这个就是他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时候呢，他自己的内心的心态并没有调试好，而姐姐他们一家呢，生活非常的优渥，因为他的姐夫呢是在地税局做局长，然后他的姐姐呢是在做房地产的。10多年前的大陆的房地产是很赚钱的。所以他姐姐他们一家生活非常的好，但是呢，据他说他姐姐有钱了以后呢，反而对家里面更吝啬，就是他的母亲有2次住院，他姐姐都没有帮忙然后这个就让他产生了怨气这个怨气如果没有疏解的话，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所以他就因为这件事情呢，他就累积了很久怨气就积累在心里面。再加上说他姐姐的生活比他好，他起的那一种比较心好胜心，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这样而已，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他就伙同3个人，就把他姐姐一家4口全部都用钝器敲打死掉了。当时现场是很恐怖的，但是害人害己，因为中国大陆它是有死刑的他一定死刑。所以害人害己不能一生，所以这个湿跟冰在我们人身上真的要非常的注意。一个不小心的念头，一个种子都不能种，因为这个种子它会有发芽的时候。就像这个妹妹，她积累已久，她积累了一段时间，她就爆发出来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后果令她没有办法挽回，也没有办法，遗憾了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挽回。所以不加节制的欲望呢，比贫穷更可怕。贫穷要一点东西，奢侈要许多东西，贪欲却要一切东西。我们看那个洪水，你看洪水，它可以把那个路面冲毁掉，它也可以把房
制的欲望呢，就像洪水一样，它会破坏了我们的真主。所以不加节制的欲望是很恐怖的。在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则，叫做费斯汀格法则。也就是说，生活的10%是由你的际遇所组成，其余的90%是由你对事情的反应所组成。他这个写得很文绉绉的哈，或许简化一下，也就是说10%我们生活中所有10%是我们无法掌握的，剩下的90%是可以掌握的，可以透过我们的心念跟行为来掌控。所以这个在书上，这个费斯汀格他在书上他有写了这个案例，或许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个主角他叫卡斯汀，有一天早上起床，他有一个很心爱的手表，所以起床之后呢，洗脸刷牙，他就直接放在了浴室。他太太看到说他怕手表这个是老公很心爱的手表呀，怕他被水弄湿了会坏掉啊，就把手表拿到餐桌上。结果儿子在吃早餐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手表用到地下，坏掉了。这个时候卡斯汀很生气，就打了儿子的屁股，然后又骂了太太。太太是很不服气啊，她说：“我是好心我是为你好，我怕手表会湿掉坏掉啊。”卡斯汀说：“这个是防水的，不会坏，你那么急火做什么？这样子啊？”那他的太太就跟他吵了一架，那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不好。那卡斯汀呢，就带着生气、怒气呢，就出门，早餐也没吃了，就跑出门要去公司上班了。快到公司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公事包没有拿，所以他就赶快要回家拿公事包。可是家里面的钥匙呢，又在公事包里面，他也没有办法进来，他就赶快打电话给太太，说：“公事包忘了拿，赶快帮我回来开门。”那他太太也很紧张，就赶快跑回来，开车回来帮他先生开门。结果在路上呢，不小心撞倒了一个水果摊。水果摊的老板一般人不轻易放人啊，你要赔偿我才放你走，不赔偿大家没有说好不可以走，所以太太也不得不掏出一笔钱来赔偿这个水果摊。就这样子，卡斯汀拿了钥匙，在回去公司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就被主管骂了一顿，所以一整天心情非常的不好。所以下班的时候呢，就因为一整天心情不好，也为了一点芝麻的小事呢，就跟同事吵了架。那他太太也没有因为帮他先生回来开门去请假，没有了。那儿子呢，本来今天有一个棒球比赛，他们本来是有希望可以夺冠，也因为被爸爸骂、被爸爸打，心情很不好，第一局就被淘汰。所以有这一件事情，这个故事来讲，其实前面的10%。就是手表坏掉，掉到地下为止，这里是属于10%，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往后的90%，就是刚才那一些一连串的一些行为跟语言，就是90%。假如说手表坏了，然后他跟儿子说：“儿子啊，没关系，手表坏了，爸爸拿去修理就好了。”结局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皆大欢喜，爸爸也不会迟到，妈妈也不会这样子，儿子也有可能夺冠。所以费斯汀格的法则就是说，我们的负面情绪会累积，会严重的影响人的精神和心情。这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健康，还会破坏人际关系。所以情绪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的情绪应该是用宣泄的。大禹在治水是用什么方法？疏导。对，疏通的，它不是用围堵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情绪就像水一样，我们不能够压抑它，我们要用疏通的方法。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难过，你就哭吧。那不好意思让大家看到，没关系，我们关在房间哭。
我们让它有一个合理的方式去宣泄，好，这个叫做合理。所以合理的方式，你可以找一个非常积极的不会大嘴巴的，我们可以跟他倾诉，或者说我们就不好意思让人家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在房间里面哭，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把它宣泄出来。所以负面情绪我们不要迁怒，有的人会迁怒啊，今天在公司不高兴回来，儿子可能就遭殃了。我们不迁怒，我们也不自我伤害，我们不在他人面前大叫大闹摔东西，这个都是不好的方式了哈。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喜欢唱歌吗？那我们就可以唱唱歌。你喜欢看海的，就可以看海。像后学，因为上个月刚好又去了花东一趟，哇，虽然不是开车，我们才有办法去欣赏沿途的风景，看到那一片海跟蓝蓝的天，心情真的都好起来。所以心情不好，你可以看海。有的人喜欢看日出，或者是看日落，你都可以。或者你就写下来，那万一别人看到怎么办？你就可以拿到那个平篓一些，这样子也是可以的。然后爬山流汗，有的人喜欢爬山的，他的兴趣是爬山的，那就爬山流汗，这个都是一个情绪宣泄的方式要有合理的方式。所以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压抑，要用疏通的方法。我们这一张图，我们看看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哪些器官。当然，我们身体假使身体不好的话，它会有很多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们的遗传基因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的吃的方面，或者是说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工作的地方，就是像火力发电厂，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地方就是火力发电厂，那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是没有错，但是还有一个影响我们身体的就是情绪，这个也是最容易让人家忽略的。刚才后学讲的说，我们吃或者是我们的环境等等，或者是我们有遗传，这些我们都会知道。但是情绪我们往往都会忽略它，但是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器官。后学就大概讲一下喜会影响的是心脏，愤怒影响的是肝，悲伤影响的是肺和大肠。那忧郁呢？长期忧郁的人，他就会影响胃跟脾胃。那么恐惧呢，会影响膀胱跟肾脏。压力大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所以其实情绪会影响我们这些器官。曾经有一个阿拉伯人他做了一个情绪的实验，就是他把一只羊，一个母羊生一胎生下的2只羊分别放在不同的环境下来给他们做实验。一只羊呢，就让它自由自在的在草地上奔跑，然后每天都有新鲜的草可以吃。另外一只羊呢，它就把它拴在一个木桩上，就让它围着木桩这样子走。但是在这个木桩旁边不远处呢，又拴着一只狼。狼是吃什么的？吃羊的。但是这个实验呢，它会让这个狼吃不到羊，但是每天就在羊的旁边。结果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在自由自在奔跑的这一只羊很健康的长大，那另外这一只被拴在狼旁边，狼吃不到它，可是它不久之后呢，这只羊就死掉了。它是因为怎么样而死？各位前姐压死对，惊恐而死的。所以情绪会影响这个实验，也就是说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器官。所以情绪稳定、心态平衡是世间最好的养生。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台语说怎么样养活胸？气势养活胸，气势养活胸。所以气势养活胸所以我们要不要生气？尽量少生气。如果能够不生气最好了因为世间最好的养生就是让我们的情绪跟稳定、心态平衡。
三段刚好在连接前跟后。那么我们先从字解上来讲哈，善于用兵的人，只要达到吓阻的效果就可以，并不以兵力强大而争强斗胜。所以最好的结果就是我不出兵，因为出兵一定怎么样？有没有胜家？虽然看起来是有一方胜，其实两家都输啊。所以人家说什么自损，什么伤人多少，伤人1000，自损800，对不对？所以看起来，我好像赢，其实没有，两家都是输家。所以老子跟我们讲，真正善于用兵的人，我只要达到吓阻的效果就好，就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攻你的心达到吓阻，我们就不会打仗起来。那如果用在我们人的身上呢？就算是圣人，他也不可能没有生气的时候啊。圣人也会有生气的时候，所以生气本身它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怎么来管理生气时的情绪，怎么把握生气时的言语行为，彰显着一个人的修养。有修养的人，即使生气，也有生气时的姿态。所以人不可能不生气，但是我们生气的时候要适可而止，发而终结，也就是没有过而不及。我是有原因的，等一下后面会讲，我发是有原因的，可是发了以后要怎么样？等一下后面就是老子会讲，所以他刚好这一句第三段这一句刚好在连接前跟后。他先讲前，然后这一句做一个转换来接下面的两句。那在这里呢，我们来讲一个汤米。汤米这个年轻人呢，他高中快要毕业了，所以呢，他跟他爸爸讲，他想要一个高中毕业的礼物，然后他说他想要一台脚踏车，所以他爸爸呢就跟着他跑了好几家的脚踏车店给他看，给他选这样子。然后毕业典礼当天，哇，汤米满心欢喜的回家，他希望怎么样？家里面的门口就可以有那一台他最心爱的、想要买的那一台脚踏车。结果呢，他回到家，他爸爸笑眯眯的拿出了一本圣经出来。那汤米怎么样？他很失望。他很失望的情形下，他又满心的怒气。他的怒气起来了，他这么一怒气一升起来，他一转头，就离家出走了，就走了。这一走就是30年，时间过得很快。30年过后，他的哥哥找到他，跟他说：“你一定要来参加爸爸的丧礼。”丧礼。那么经过了30年，你说多大的恨啊，多大的怨，其实也消减了不少了。所以他也没有那么恨了，所以他就跟着哥哥回家参加丧礼，他爸爸的丧礼。那么丧礼办完之后呢，他就搀着妈妈，伤心的妈妈回家。然后他一回到家，他去看他的房间，跟以前一样，都没有动，都没有变。然后他的书桌上就放着那一本令他生气的圣经。但是30年过去了，真的也没那么气了。所以他就随手就把那个圣经呢翻了一下。第一页，他看到他爸爸亲手的笔记满满的都是对他的鼓励，对他的关怀。就是他毕业了嘛，希望他能够往后海阔天空，写的都是一个慈父的爱。再翻了几页，他发现了一张支票。那一张支票的金额就是他喜欢那一台脚踏车的金额的价钱。支票上面的日期刚好就是毕业典礼的那一个日期，所以人一时的冲动、生气，会不会造成遗憾？这个汤米他一辈子，当他发现的时候，他也来不及了，这已经造成了他的遗憾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生气，人家说一句话说，人在生气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做重大的决定。因为那个决定往往有时候会令我们遗憾一辈子。第4句就是我们连接刚才，生气也会有不得已，所以老子就要讲了：果而勿惊，果而勿伐，
要念发也可以，果而不伐，果而不骄，果而不得已，是果而不强。我们先来从字面上来理解哈，达到我们要的结果，我们不惊，就是不自我夸赞；达到我们要的结果不伐，我们就不继续攻打了；达到我们要的结果跟目的了，我们就不高傲自满，也不会盛气凌人。我们达到了结果，我们出兵，我们所做的这一些都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出于自我的防卫。是果而不强，我们不会以兵力，即使我们已经达到我们要的结果了，我们就停止了，不会说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硬要把它打到爬不起来，不会以兵力的胜来称强于天下。这里有一个影片，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发不张扬自己的功劳。什么叫不得已而用兵？这个影片里面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张扬功劳。动画。寿康复国之后的300多年里，夏朝的每位君王不是把王位传给儿子，就是传给弟弟，就这样传到了夏桀手里。夏桀长得高大英俊，力大无比，据说他空手就能制服猛兽。这样强壮勇敢的人，本来可以做个大英雄，可是他却残暴不仁，整天贪图享乐。他抓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耗费巨资，花了7年的时间，修建了一座非常华丽的宫殿。他还让人在宫殿里挖了一个大池子，池子里灌满了美酒。他和王妃经常在酒池里饮酒作乐。大王，再来一次呗。这样会没意思。本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哦，什么主意啊，大王？来人，把奴隶都给我带上来。是。本王要你们玩一场游戏，我的鼓声一响，你们就趴在池边饮酒，鼓声不停，不许起来，违令者斩。都愣着干什么？快喝！大王，你可真会玩。好玩的还在后面呢。哎呀，大王，你差点掉下去了。你看他像不像掉进油缸里的老鼠？是呀，真像。这些人虽是奴隶，可也是你的子民啊！住嘴！本王和爱妃如此快活，你却在这扫兴。可是大王，既然你护着他们，就到酒池里陪他们好了。来人，把他也扔下去。什么？大王，我无罪啊！你这个暴君，你早晚自取灭亡！灭亡！我是天下之王，就像太阳一样伟大。除非天上太阳没有了，我才会灭亡。你们给我继续喝！与此同时，东边有个叫商的部落正在慢慢崛起。他的首领汤勤政爱民，备受拥戴。不仅如此，他还善良仁慈。这一日，汤外出巡视，遇见了2个打猎的人。站住！站住啊！
这样下去，所有的鸟兽都会被你们捕击。大王的意思是，不如只留一命，给他们留一条生路。大王说的有理，我们这就去撤掉三面网。商汤网开一面的仁德之举，很快就传遍了各个部落。人们感念商汤的仁德，纷纷前来归附。于是，商的人口越来越多，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夏在夏桀的残暴统治下日渐衰弱。商汤看到这种局面，知道推翻夏桀的大好时机成熟了。他召集了军队，开始攻打夏桀。夏王无道，作恶多端，残害百姓，上天命我来讨伐他！将士们，是时候反抗了！拿起你们的武器，消灭暴君吧！消灭暴君！消灭暴君！将，跑快点，跑快点啊！大王，我实在跑不动了。没用的将！大王，打败了！好，我早就说过，打败商汤易如反掌。不是，大王，是商汤把我们打败了。什么？不可能！一个小小的商汤能打败我数万大军？千真万确，我军前线部队全军覆没了。看来只有本王亲自出马了。来人，与我铠甲，拿我宝剑。就这样，夏桀率领大军与商汤决战于鸣条。可此时的商军士气高昂，很快便击溃了夏军。夏桀只好落荒而逃，最后死在了南朝。延续了400多年的夏朝至此灭亡。之后，商汤在各个部落的拥护下登上王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2个王朝——商朝。同学们，这就是商朝代替夏朝的故事了。想不到这么强大的夏朝就这样灭亡了。这个动画它比较长，它大概有8分多钟，但是我们大概看了7分钟。因为后学觉得这个动画刚好除了可以看到不得已的用兵之外呢，它刚好也有讲了以道佐人主且不以兵强天下，其势浩繁。到后面我们还没讲到的不道早已，所以后学想说，虽然它长了一点点，但是值得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有看了这个影片，就知道说为什么叫不得已，因为夏桀的残暴无道，对不对？所以商汤他不得已起来攻打他也是为了百姓所以叫不得已。那么用在我们修道上面呢，